艺人于祥全14年前因上《快乐星期天》表演时走音，尚未唱到副歌部分即紧张至严重忘词，还被批靠爸后精神大崩溃，一度情绪失控好几个月，甚至还传出失忆。经医生诊断是信心崩溃所致。而近期，二姐于愿起在节目中首度揭露真相，于祥全当年似乎并非心理压力所致，家里请了高人来看完才发现，弟弟似乎是遭到邪灵附身，才会出现那些状况。于愿起日前上中天《麻辣天后传》时表示，弟弟当时状况很严重，回家维持着双眼紧闭、双手握拳的状态，没办法自理，他不会吃饭，不会刷牙，像植物人的感觉。直到后来在朋友介绍下，请了一位听说很厉害的师傅来家里看看。走完3层楼后，师傅问妈妈李雅萍：“你们3楼的佛堂是不是很久没有祭拜了？”他们一家这才想起来，的确很久没有定期侍奉。师傅这时对李雅萍说：“因为你们很久没有定期侍奉，里面神佛都走掉，反而吸引很多不好的东西，像是邪灵过来。”而节目现场的民俗专家也认同，当神像里面没有神佛，超过49天后，外面的灵就会跑进来，是善灵、恶灵、邪灵都不知道。而李雅萍也听从师父建议，将佛像一尊一尊请出去，于祥全的病情才逐渐有些好转。此外，于愿起也透露，有次带于祥全看电影，弟弟却频频朝前方吐口水。疑问之下，对方告诉他有脏东西，民俗专家也在旁解释，那个不是他。等过些时候，于祥全的精神状况趋于稳定，他才跟于愿起形容，那段时间好像一直在一个梦里，头顶上有个黑色漩涡，一直有个声音告诉我要去做什么事情，所以当时才会一直闭着眼睛，握紧拳头，因为想要做出反抗。这番话也让现场来宾听完都惊呼连连。